这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到当时还未审查，有民间团体开记者会批评这立法院呢，其实去年11月就应该爱审无好势，毋过煞拖到即马，未来若准审，阁审无过，安尼连中央要来补助地方的321亿，嘛恐惊嘛是会掉伫立法院，这嘛是会拖着地方施政的品质，也阁有建设的时间。 已经要1月中啊，立法院说还未审查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，真侪重要的民生政策，像铁拍月票、治水经费和生育补助等等，恐惊会受影响。有民团指出，今麦传出国民党要提案，互即个关系民生新增加的新型预算，当对总预算案提出来审审。民团批评这已经违反预算法，若是总预算案唔审，连中央要补助地方财政的321亿，嘛拢会调伫立法院。伫即个3条的中央总预算内底，其实有相当的比例是爱补助互地方政府，甲地方政府合作。 来做各地方的这个建设，这个3条的总预算，这是一个提案，伊无法度为内底抽你介意的你来审，你无介意的就摆烂无要审，这违反着预算法。 根据行政院评估报告指出，在总预算审议了进前，未使叮当的经费有2992亿，包括新型计划、延续性计划和第1、第2预备金甲灾害准备金。民团强调，总预算案每一条拢是甲民生相关。民团嘛批评立法委员去年11月就应该审好，说提案延会到今年1月底也未审，恐惊压缩地方的施政品质甲建设的时间。依照这个我们国家的宪政原理，只能优先动用去年的。 公务员的人事费跟基本的业务费这个部分，其实会造成前半年国家都不敢做任何事情。1年的建设费用6个月把它赶完，一定会造成粗制滥造、腐烂的结果，更难监督。那这个受到伤害就是后代的子子孙孙。民团强调，中央政府总预算甲地方施政照顾百姓拢是相牵连的。若准连中央要补助地方财政的钱拢无法度用，恐惊影响地方财务调度的能力。因也叫立法院长韩国瑜赶紧调集调亚立委审查115年度的中央总预算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